大家有冇試過同一個男人第一次見面，感覺氣氛好好，傾偈傾得好開心，但之後冇下文，或者明明 dating 好好，但之後冷淡咗，甚至消失埋。其實男人對你有冇興趣，好多時第一眼就已經決定晒。今日第3集，我就嚟同大家拆解男人呢一套神秘嘅思考方法，同埋教你點樣利用呢一套邏輯吸引男人主動追你。大家好，我係 KK 師傅，我喺 IG 經營愛情占卜諮詢服務，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結合我嘅玄學經驗，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應用喺自己感情上。星期1至5朝早8點鐘，我都準時喺呢度陪你。今日呢一集，作者提到一個好關鍵嘅數目字，就係59秒。男人喺見到你嘅頭1分鐘，大腦已經決定追唔追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呢59秒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日錄 IG 短片咁，一條片爆唔爆，會唔會令人睇落去？其實就喺開頭嗰黃金3秒。如果你散發出嚟嘅氣質係放鬆、自信，對佢冇嗰種快啲中意我啦嘅企圖心，咁就容易吸引起佢對你嘅注意力。佢會想 click 入去睇你嘅 profile， 想知道關於你嘅嘢，呢個就係吸引力嘅起點。但如果你喺個59秒散發出嚟嘅係不必構成，咁喺佢眼入邊就會變成一條黑 sell 嘅廣告片。大家見到 IG 廣告片會點？通常都係1秒碌走佢。咁如果過咗59秒，個男人對你有興趣，下一步會做啲咩？呢一度就有第二個關鍵嘅數目字，48小時。如果一個男人對你有興趣，佢一定會喺48小時之內聯絡你。喺呢個年代，個個機不離手，邊有咁多人忙到連 send 個 hi 都冇時間啦？但如果佢超過48個鐘頭冇揾你，原因得一個，就係佢對你冇興趣。呢個時候你應該繼續 move on， 而唔應該死纏爛打。如果佢想發展，點會慢慢同你點咯？咁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點樣喺呢59秒攞到佢嘅注意力？作者教咗2招最強嘅吸引男仔方法。第一招亦係最簡單、最強大嘅一招，笑容。作者話，全世界嘅男人都中意女人嘅笑容，一個真誠嘅笑容係最強嘅武器。但好多女仔唔知，各意嘅表情，男人其實都會睇喺眼入邊。你同佢食飯，佢講緊一個笑話，你係真心咁笑定係敷衍咁笑？或者你聽佢講嘢嘅時候，係咪皺住眉頭？個樣好似好唔耐煩，一啲微表情會直接影響佢對你嘅觀感。所以由今日開始練習對住塊鏡笑，揾出自己最靚嘅笑容。同人相處嘅時候，時刻提醒自己放鬆面部，嘴角微微向笑。一個開朗、充滿正能量嘅女人，冇人會抗拒得到。第二招就係學識點樣稱讚男人。記住，稱讚唔係亂咁讚。書入邊教咗一個3個層次稱讚法，大家可以拎低紙筆嚟記低啦。第一個直接稱讚，呢個係最基本。當面讚佢，例如話你今日件衫好襯你喎，又或者你好犀利啊，咁難嘅問題都俾你解決得到。第二個稱讚就係透過第三者稱讚，呢一招比較高階，可以喺個朋友面前讚佢。如果你哋有共同嘅朋友或者同事，可以喺食飯嘅時候咁講。聽其他人咁講，阿明上次搞個 project 好成功喎，雖然佢喺我面前好謙卑，冇乜點提，但我睇到佢背後其實都做咗好多功課。佢對呢一份工作嘅熱誠真係令我佩服。第3個稱讚點就係讚佢周圍嘅嘢。例如話，喂，你啲朋友個個都好 nice 喎，又或者你屋企佈置得幾有品味喎，讚佢周圍嘅嘢就等於肯定佢個人。學識讚人之後，仲有一樣嘢好多人都忽略嘅，就係多謝。稱讚係一種火花，而感謝係關係嘅燃料。書入邊提及3個階段嘅稱讚方法，如果你做得到，呢個男人都會對你死心塌地。第一個就係最基本感謝，對方幫你開門遞紙巾，即刻講句唔該，呢一個係最基本嘅禮貌。第二個中級嘅感謝，當日完結之前揾個機會佢睇咁多謝佢，譬如 send 個信息俾佢，咁好多謝你專登車我翻屋企，慳翻好多時間。要講出具體嘅時間同感受。第3個感謝係高級啲嘅，大約1個月1次，揾個安靜認真嘅場合，好好總結，同佢講一聲多謝。例如你可以溫柔咁講，同你一齊呢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開心咗好多，好多謝你一直以嚟為我所做嘅一切。有你喺度真係好幸福。一種由心而發嘅感謝係會令男人深深感受到自己嘅付出好有價值，佢會更加想繼續討好你。一個就係我哋之前所講嘅點樣將男人入邊嗰種剛硬化為守護你嘅溫柔。技巧就講完啦。好多姊妹偏偏喺臨門一腳嘅時候衰咗。當你哋開始穩定甚至拍緊拖嘅時候，有4樣嘢係絕對唔可以做嘅。一旦做咗，之前儲落嘅好感度會即刻扣晒分。第一個，挖地盤。去男朋友屋企偷偷留低自己嘅嘢，例如牙膏、牙刷、化妝品，呢個行為等同話俾佢知你係我嘅。男人會即刻覺得冇癮。男人天生有一種獵人嘅性格，一旦發現獵物走入自己個籠入邊，仲鎖埋門，佢就會覺得呢個獵物冇晒挑戰性。第二個，眼淚嘅攻勢，有咩唔滿意就喊。作者話，女人嘅眼淚同男人嘅拳頭都係一種暴力，用喊去解決問題，只要令男人覺得你好煩，想逃走。第3樣。
同男人鬥叻係佢專長嘅領域，同佢拗，想證明自己叻過佢。例如佢喺屋企研究緊個 router 點樣裝，你就喺隔離話都話唔係咁整咯，說明書話係咁樣整，你俾我整啦，你唔識就唔好搞咁耐啦，係男人都唔中意啊。第4個妒忌，妒忌佢前度女同事甚至係街邊嘅女仔，妒忌要令你面目可憎，降低你嘅價值。越係妒忌嗰個人，越喺男人面前提起嗰個人，就會引發起對方好奇心，甚至令佢喺心目中已經淡忘咗個對象，例如前度，重新獲得關注。最後 KK 師傅都想加一點，好多女仔以為拍拖就係可以估估下，覺得如果你愛我就應該知我想點，錯晒。男人好簡單，佢哋唔識估，你唔講佢都唔明你諗咩，所以你要引導佢。例如行街見到扎花好靚，唔好暗示，要直接講呢扎花好靚啊，如果情人節送俾我就好啦。或者你生日想食法國菜，唔好等佢估，直接講我生日想試下嗰間法國餐廳。當你清晰俾到指示佢，佢做到之後，再俾翻鼓勵性嘅笑容同多謝佢，佢就會有成功感，下次會自動波用你中意嘅方式去令你開心。今日教咗好多實戰嘅技巧，由男人嘅59秒思考方法，到笑容、稱讚、感謝，再到點樣討好佢。呢啲技巧唔係要你去呃個男人，而係學識經營一段健康對等嘅關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好實用，記得 subscribe channel、like 呢條片。如果你有感情問題，歡迎去 IG 預約 KK 師傅幫你做一個占卜。記住，愛情唔可以太卑微。我係 KK 師傅，我哋下集見，拜拜。